哎，82，刚才是不是有过来？哦，你叫那个阿英送你。穿鞋子。这3件呢？跟叠起来，叠起来。啊，带哥哥出去，来，我们上课，我们送哥哥上课了。来，坐好。你书包先掉在后面啊。对啊，她老公去上班还没回来啊。安全帽脱下来。好，拜拜，没有跟弟弟拜拜。弟弟拜拜，跟弟弟拜拜，跟哥哥拜拜。好，快点进去。好，走，看好，拜拜。今天送他们上课好了，都想回去买菜啊。Chào mọi người, mình tên Võ Kim Xuyến. Mình quê ở Thốt Nốt, thuộc tỉnh Cần Thơ. Mình lại Đài Loan 17 năm. Hiện giờ mình có 4 đứa con. Công việc của mình hiện giờ là chăm sóc ông bà cụ. Không 一定每天买菜，可能我们家小朋友多，或者吃量蛮大的。对啊，我们家都是男生，然后吃分量蛮多的。老板，您没有空心菜呀？今天没有空心菜，今天没有，给它装玩具啊，不然一直掉。他要喜欢拿，给你装在一起好不好？他不要，买个小黄瓜。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小黄瓜。我也很喜欢来菜市场买菜啊，走一走，逛一逛啊。我每次回越南都是一定会跟我妈去菜市场买菜，或者跟她聊。哎。啊，这个五花肉怎么卖？1斤140。140。嗯，阿姨帮我切。买这个可能1、2天就吃完了。平常买最少400多块嘛，阿姨。今天买比较少，今天买比较多哈。对。他这没有天天来啦，就是几天买。对。好的。回家。我们家有4个小朋友，有一个大姐姐16岁念高中，还有一个大儿子7岁，今年刚好读1年级。老3都是今年6岁，还有最小是3岁。哇，
这个有的要放明天才可以吃的，有的比较绿的。我要洗澡。我先洗澡。他说没有带手表。现在我老公那个工作，因为大夜班很辛苦，回来没什么水。像我礼拜天，我固定礼拜天休息，在家陪小孩。后来那些事情我顾，不要给小孩吵到我老公，给他好好睡一下。我会唱英语歌。我不会。你会跟弟弟唱啊？你叫弟弟呀、啊哈哈。我们家4个小孩，有3个有问题。那个冯淮南有过动，还有右手他有情绪不好，没办法控制。还有最小那个允恩，他有自闭，跟有一点过动。他自闭，他不太会讲话，他会看卡通的都会唱英文歌。他会跟他唱，可是他不会讲。其实平常跟我们在一起都是他很活泼，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。可是刚好他2岁，他有上课，后来那个老师感觉他很奇怪，就是叫他什么他不会理，后来眼睛不会对人家看，对吧？然后那个老师给我意见说要去看医生一下，还是带他去看医生，后来医生说他有自闭，轻度了，对，轻微而已。好，亲妈咪哈，不然妈咪亲哦，亲一下。哎，姐来啊！你哋，那我搞哎，原来没有加1哈。这个是我们家居家服务员来照顾允恩。对，我们也是同乡。说啊，有越南没做沟通，方便。对呀、是有缘分的哈。他喜欢那个。我是135，就是我11点多到1点多。我要泡牛奶给小朋友，然后要带小朋友去外面呐、然后回来要帮小朋友洗澡啊，喝牛奶啊，中午的时候要给他吃稀饭还是吃饭啊，吃面啊。我师傅就是中低出入户了，对啊，政府可以补助，还有那个允恩他有自闭的小卡，后来他们这个1966审核下来，可以就是说刚好可以免费这样。请居家服务员来有减轻我负担。居家服务员可以来顾他，后来我可以去上班，后来可以做别的事情。在台湾开始要学煮菜呀、因为有小孩嘛，要自己学会煮饭给小孩吃。后来越南料理有一些要 Google， 不懂要 Google 在网络，有一些要打电话回去跟我妈求求问一下，因为我妈很厉害，很会煮。对。我在越南家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哥哥大嫂。我跟我姐姐是嫁来台湾，是我嫁过来，后来就是认识我姐夫介绍给我姐姐。哦，那个也算缘分啦，因为我阿姨她也是中介，刚好我婆婆跟我先生以前那个前夫，他去越南娶老婆，我都很好奇跟阿姨去。后来我婆婆看到我，她好喜欢，她一直跟我阿姨讲，她说啊，她喜欢我，那问我要不要嫁给她儿子。
对。好，哎，坐吃饭。来一口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。开始宝宝不同意呀、然后宝宝不同意。后来那个我婆婆蛮厉害的，她一直找我阿公阿妈，一直讲。我说啊，你外孙叫我们家来，我会很疼她，我会照顾她，像我自己女儿一样。我嫁来台湾，什么都不给我做，家事什么都不要做，超疼的。就是我们相处没有几年，他们生病就走了。公公婆婆走，那个时候我感觉说，这个家没了。对。不吃。爸爸起来了呢。哎，去找爸爸。很大一包，他早上到现在，早上到现在都没有换。这个是我先生，我阿娜达。对，我老公是客家的。我们算是观音的客家人。我从小我阿嬷她就是原本只会讲日语跟客家话，那就是她就是遇到我们这些孙子，她就学国语，所以说我从小阿嬷都是跟我讲国语。挑糖没挑够。要不然换尿布了。躺好。刚好他上这个班是大夜班，那我在家可以顾到小孩，我们就分配，就是晚上我可以在家顾小孩。后来他早上回来就换我去上班，他顾小孩。来，屁股抬起来，听得懂啊？听懂了，都很臭，拿去垃圾桶，他会丢。拿去厕所。拿好。拿去厕所。哎，掉卫生纸。今天要回公司要上课，刚好公司有开课，我们就回来。居家服务员啊，1个月1次。多少哈？3点回来这边上那个上教育训练的课程。在这边外籍很多，好像是有10几个，是越南比较多，还有印尼。上次我们在这边派我工作是有杨督导跟郑督导，好像上次有3个小时。帮我补签回来。这边要签名，这张我上没有。面基本资料要写，然后再配这一张。五金川快来了一个多月吧，对，还在适应中啦，对，因为都是之前是照顾自己的家人，对。要让你补签，然后你过程中当然是会比较繁琐一点啦，因为报表不会写啊，服务上面要注意什么事项，都会一直打电话来询问。可是我们还蛮乐意听到他们主动询问，因为他想学，那就是主动告知他，他就是更精进他自己的照顾能力这样。好，食道癌这些，这个就叫鼻胃管。好，通常我们鼻胃管测量的长度是从鼻尖、耳垂到胸骨。好，鼻尖、耳垂。今天上课的课程基本上每个月我们会安排1次。那政府机关这边有规定说，居服员1年内要上满20小时的时数的证明，对，就是接受在职教育，那精进他们个人的那个专业知识的地方，就譬如说甘油球通便啊，然后一些照护伤口上面的知识，
专业项目的技能的执行，这些都是必上的课程。那如果你没有冲干净，它那一整条管路会怎么样？会是牛奶，会发霉。管灌之前要先做什么？这是阿公阿妈，阿公，王爷爷，王爷爷，我现在给你喂奶，还有喂食，你不要紧张哈，慢慢来。好。今天上殡仪馆灌食是第2次，以前我有照顾我公公婆婆，他们也要灌食，灌牛奶。老师在这边就好了哈。没关系，继续喂，因为它下面有洞可以接。哦，是，我怕它打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 CEO 接到很好的。他其实动作还蛮熟练的，因为通常不熟练的话，他手会这样。老师怎么办？我好紧张哦。好，不熟练会这样。好，我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吗？说到什么？干洗手，一干了之后。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当然是我们希望找在地人来服务。他对地区性的巷弄啊，不管是地址啊什么的，都比较好上手。那外籍人士来，人力中介聘来的，就是看护的那种1对1轮班制的。机构的1对1或是轮班制，时间都非常的长，因为家庭兼顾不到。那他们就会想跳脱出来说，做这个白天有弹性、有性质的工作。你拿多哪几张啊？还有哪几张？我们现在要去阿妈家，我去照顾阿妈。自己推开啊！哎，今天心情很好哎。那等一下梳头发，绑那个戴帽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阿嬷破病啦？不会啦，因为毕竟其实我们这一行还算蛮辛苦，就是照顾方面嘛，不管是换尿布啊，有点像是把屎把尿的工作。那其实你要把它想成一个是很神圣的工作，对，去帮助这个老人家，让他得到身体上的舒适，那才是他最大的成就感。对啊，像没有下雨的话，就像给阿妈去公园啊，就是晒一下太阳，给她心情有好一点，因为每天一直在家里。还有公园，阿妈有朋友可以跟她聊天。对啊，带阿妈去。哇，真酷啊！刚好那个照顾我儿子那个居家服务员介绍这份工作。我以前在台北有上课，就是怎么照顾病人，像阿妈这个脚这样，后来上下不方便，那我们怎么抱她，移动她？在电视上面。对呀。今天我们项目是有2个半小时，在里面有总共是带阿妈出来散步，后来喂阿妈吃饭、洗澡、擦药啊、换尿布、量高血压，给阿妈吃药。他对我很好啊，他对我很好，我就对他好啊，对，这样子啊。今天给阿妈吃馄饨跟牛肉。阿妈最近医生说要吃肉，有肉类的。居服员一天平均可以接5到6个，那也是要看接的案主的服务需求，因为时间的长短不太一定。服务项目现在2.0来比较像是长照的菜单。
那就是用点菜的方式，看案家有什么需求，譬如说他要洗澡啊，他要备餐，那有可能要带去复健诊所复健，这些都是他们的需求，所以他们会要求说我一定要这些的服务项目。哦，好漂亮！从我嫁来台湾那个时候，我做很多工作，在菜市场卖鱼，还是在泰国店，在厨房那边，加油站也有做过，卖便当也有做过啊，有带过啊。那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，啊。我要去接他们的哥哥，因为哥哥课后班到5点半了。这个时间的话，那个金川在上班啊，所以说就是我去接小孩子。那只有我在家，那我一定是带着他们2个啊。淮南现在1年级啊，然后5点半下课啊。那这2个小朋友都还没有上学啊？因为我们刚搬来，就那个还没有安排好学校。佑硕的话，明年读1年级。那允恩的话，明年的话就上小班了。后座，坐后面。对。淮南关门。淮南，你今天拿那么多衣服，是拿为什么？佑硕先去洗，淮南你盯着他。很突然，我们家很不幸的就是遭遇到火灾，房子里头所有的东西都付之一炬了。等于是说我们在台北，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支应我们的生活，要再搬到桃园，其实我们也现实的考量，就是那个房子里头现有家具跟床的房子。我没有办法像金川那样子说会弄什么，应该是说冰箱里头有什么我煮什么啊。就以冰箱现有的东西来讲的话，应该是都可以处理。那我们家就是我煮完的话，差不多6点半7点，我们就会先开始用餐了。因为那时候姐姐就是那个大女儿也差不多回来了。玩具收起来，玩具都给我收掉。是要帮忙吗？我不需要你帮忙，你直接帮我煮就好了。你直接过来帮我煮就好了。对，帅，厉害。你这个打泡还要加什么？这个我们在网络认识。因为他在养生馆做那个按摩师嘛，那我去找他躲不掉啊。对，因为每次一直约，我不会去。你也知道，失败过那个婚姻，还有后来也被骗过一次的话，其实
心里会锁起来，就是不敢相信别人了。他那时候他有很正式的问我说，我们如果要在一起的话，我不要这样子两地相隔。他说要我们就正式的在一起，就是不要说什么哦，我们今天就是当男女朋友，我要一个家，你觉得可不可以给我？如果可以给我的话，那你把我接去台北。要这个葱啊？你说那个葱的那个碎碎的那种吗？对啊，很会煮饭又很会带小孩，这样我才喜欢。他老公。是吗？你是因为好用才喜欢的哦。对啊。我跟以前那个前夫离婚，就是我没有多久，我小叔一直听人家讲，一直回来跟我吵，每天这样我好累，因为我上班到凌晨4、5点才回家，7点我要送小孩上课。后来我搬很远，我去花莲，我去一个地方没有朋友，没有认识谁，重庆。我们到花莲那个时候认识一个朋友，后来他骗我们钱，都是一个晚上我们什么都没。我听我女儿跟我朋友讲一句话，说她希望有一个爸爸。她很羡慕别人有爸爸带去公园玩，或陪她玩。我才心里打开去交一个朋友，那结果被朋友骗。7个，没有送，没有，你亲妈咪，亲妈咪。哎呦，亲妈咪，亲妈咪，好呀妹，喜欢吗？是宝贝。我跟妈妈的感情跟闺蜜一样，很好，很好。好像吗？像。真的吗？像啊。没有，你绑头发才像吗？你看底下都是油，这脚都很肥。搬到花莲之后，生活确实是过得没有很好。那时候住的地方都比较环境都没有那么好，然后有一餐吃就吃一餐啊，然后有白饭就配泡面什么的。你炒这么少？后来那天晚上我身上有300多块而已。后来没有地方，刚好我找到工作就是打扫民宿。后来有认识他的朋友，介绍一个地方给我们住，那个公寓的，人家说公寓鬼屋的地方，1个月2000块，包含那个水电费。对。那你们不害怕？不怕，我觉得人比鬼还可怕。对，他开始很怕，因为听人家讲会怕，可是我跟他讲说，不要怕，有妈妈在。还是，对，我突然我想到以前我忍不住。蛮心疼的，因为小孩跟我一起受苦，苦到家里没饭，有一碗泡面而已。我一碗泡面，我想给我女儿吃，我吃白饭。对啊，不行。我女儿她很怪，她说有次就是很幸福了，对。
他还给我说：“妈妈要加油。”妈妈讲到很难过的事情，我也会泛泪这样，但我尽量不哭出来，我怕哭了妈妈会更伤心。就很心疼妈妈，就受那么大的挫，然后还要来就是照顾我，她很坚强。一起骑摩托车出去玩，逛街、逛爱。有一次我真的想不开，是刚好我有女儿在，有女儿在，后来说啊，我不能软弱，那个力量可能在我女儿、我先生、我的家人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，可能是这种力量给我很勇敢面对了。我那时候我很心疼他带着一个小孩子这样子流离失所这样子啊。当时的我去了解的状况就是宜山跟着他就是一直转学，一直换地方住这样子。那其实我心里都是很难过。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好像自己有根的那种感觉啦，就是像一个家。上班，咖啡在冰箱哦，泡好在冰箱，去拿。明天我们先去那个冠宇家拜拜才回来啊。哦，好啊。那我去上班了。哦，好啊，小心哦。好，拜拜，走小心哦。最忙的时间大概都是1点到大概3、4点这样子。对，那之后就是都是在送货这样子。因为基本上的客人他们每天来买，那他们要的东西我们已经会事先帮他挑好，节省他选东西的时间。那有的客人已经信任到他甚至连看都不看，他就直接拿走了。这是比较黄的，这是稍微绿一点的。这都是屏东的香蕉。那个225两个，988两个。我是给人家请的、啊。对啊，我来人家这边上班呐、啊。对啊。哦，这个黑衣服这个黄先生是我老板。孙总会较感恩的。哦，哪里的客家人？新屋。哦，新屋。哎。这3件呢？先叠起来。你要给他要不要？好。阿德在这边做 QQ 的。哦，做他们板烟。可以啦，台中诶，已经够骂他，已经转到诶。昨天也是会出的啦。然后干股啦，干股跳舞啦。去送货了。伫遐种诶铁路吼，20点到啦，4点11点钟啦，咱真紧走出50人到啦，对啊。从遐校某汉厝遐下4点啊，差不多3点钟到5点，囡仔全部差不多安样啦。小心车子哦。你会不会觉得你很佩服他？他
对对对，小孩，哎呀，然后他又这样这么拼，你有没有觉得很佩服他？拄到咧会做啊，冇干样嘢，병啊병唔摕啦，懂无？伊是甲鲜的路啊，乌巴图啊，当上海谁来因？哦，对。哎，哥哥来啊！哇，刚那个司机开车开得比较慢。对啊。对，本来想说9点半就可以到的。哦。带他们来公园玩。对啊，带他们来公园玩啊。爬上去。你手上是拿着东西不好爬，然后你爬，好爬上去。拿太多。这个是我们家的姑姑。加油！哎，加油！爬上去。1个月差不多来个1次左右啦。那就是来的话，有时候也是会跟他们到外面公园走一走啊。还是你叫他可以加油？辛苦是辛苦，不过我感觉叫做易乐观呐。一方面阿德我泰国该来嘛，其实讲伊该来听呐。我泰国有下周是往生了，对。然后现在不用小林啊，我习惯叫他小林，他小明，哎，年纪轻轻就来到我们这个国家哈。其实基本上外配对我来，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会遇到的挫折会困难会更多啦。那其实我们就是说能够给他一些资源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啦。应该大家都会这么做吧？对。有时候弟弟讲很多。姑姑很贴心，让他来一直关心我们呢。后来每次来都是带好吃的。对，因为他们家小孩子都人口众多嘛，其实真的都吃。以家庭的那个状况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是比较吊车尾嘛。那姑姑在这方面，她就会比较去操心这样，所以姑姑就会比较操心。来，摇，来，那我帮你拿，来摇，抓这个，抓耳朵。因为每次有什么事情都是跟大部分打电话给姑姑聊小孩的状况。他们没有聊，姑姑也会问，会关心会问啦。我觉得姑姑每个人她也会疼啦。可是可能他比较多疼我们这边，是可能看我们小孩多，比较辛苦，对，比较多关心啊。第阳山，那个，就是那个绿色招牌，看到。去，很好喝。外带没有？没有吗？好。红茶拿铁冰的。好，还有吗？撞满。好。收据，谢谢。哦，今天特别的日子，然后老公在家顾3个小孩，我们溜出来可以吃早餐。谢谢。很难得，很少跟妈妈2个人出来，因为平常都会再带一只老幺嘛。对。像以前我们很常就是2个人去看电影，溜出来看电影。对。对。哎，好久了哈。对啊，不然就是去市区逛街，看衣服。大。哦。一口。以前很常就是2个人出来，现在超少，很珍惜。其实也没关系，就还是会很常跟妈妈聊天。还有时候也会吃醋。对啊，我抱那个最小
最小那个儿子，后来跑过来，啊，妈妈是我的，一直推他开。后来那个小的也跑来推他开，就抱。完了。那你吃啊？来帮我吃，可以放给他。没有。那个现在我的想法就是，怎么顾小孩，给他平安长大，乖乖读书，这样我就很满足。对啊，最放心是他，也很担心是他，因为他的脸出去我怕别人家骗我宝贝女儿呢。我脖子项链卡到。我车台北，我车台北，耶，可以去玩了耶！等一下到妈叫你起来，可以去玩，休息补充体力，有没有听到？下午叔叔安排了一个要拍全家福的那个惊喜，妈妈以为今天下午要去，就可能全家去玩，但她不知道我们要拍照。如果她知道的话，应该会很开心。板桥是哪里？板桥？是哪里板桥？板桥就板桥，什么哪里板桥？去火车站那边。你讲火车站，听起来像那吼字明示。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他想要拍婚纱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一直让我知道说他对这一个部分他一直有那个期待。这几年来从来没有忘记说自己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这一件事情，其实都是钱的问题啊。哇，这要钱啊！这里是哪里地方？我不知道啊。这里不像公园吗？来这边干嘛？拍全家福。拍全家福。然后有准备那个衣服给你换。有衣服我可以穿。太大件了。真是吓到！没有想。妈妈很漂亮啊。好，坐下来。然后开心一下，看起来。没有想到，是不可能的，就是聊聊而已啊，聊聊开玩笑说，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拍全家福啊？不要说什么婚纱感想。因为我们照片每一个人一直少一个人，对我帮他们拍还是他们帮我拍，一个少一个人，对啊，没有一张可是全家一起拍。超长的哎！只是平常就很漂亮，只是今天又加上漂亮的衣服啊。因为我接到的都是婚礼嘛，就是已经是确定要拍照的。那第一次遇到这种是要给，就是先生要给老婆惊喜这样。
就觉得很感动，然后想要帮他们圆梦这样。对。哦，哎呦！今天你帮我站在妈妈的旁边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大家再往后推一点，靠近背景一点，后推。那你帮我这样子打地图，这样子。我帮你啦。这次会接这个案子啊，是因为听了他们的故事，觉得蛮感动的。那虽然是无酬啦，但是也是觉得做这个事情是蛮开心的，能够为他们付出一点什么心力，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因为拍照，可能就是一个快乐的事情。那有些人可能因为经济的压力比较没办法，那我们就是尽量帮忙，我们用我们的专长来帮助他们。亲妈妈一下，亲妈妈脸。对，好，你亲他的额头给。对，好，妈妈眼睛闭着笑。对，好，对。今天的话，也很感谢你们可以协助我，把这个梦想先完成一部分，体会一下那个幸福的感觉。可以吃吗？放开心一点。妈妈，你抱头可以靠到妈妈肩膀，抱着，对。你看着我微笑。妈妈，你怎么会看妈妈？谢谢老公，今天你给我很大的惊喜，感谢你们，还有工作人员、摄影机那些，蛮感谢，给我很大的惊喜，我好幸福。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讲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对，别走，不能哭，我真的我很感动，我想哭了。别走。要说今天吃快一点，然后再去。反正等一下就打游击。这一路来在台湾真的很幸福。以前我选择是来台湾，不管错还是对啊，我一定会永远面对。对，还有，我觉得我来10几年，我有得到我小孩，我现在有4个小孩，还有最爱我的老公。几点？会看吗？我从幼稚园就很喜欢画画，我很喜欢画人物，最常画的是一些女生的角色。我现在念的是广告设计，在那边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画画也会画得更好，就是比以前更好这样。我也想选广告设计，是因为未来的出路比较多吧，就是广告啊。也希望以后毕业能赚钱来回报妈妈，就希望长大能多多帮助她，在金钱这方面。云安，云安，云安，你没有穿鞋子，你没有穿鞋子，这是我们要拿过来给你的东西。谢谢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猜是这个照片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哇！哎呦！是谁？是谁？那是我们呐。在哪里？哎，这张哦，全部可以看，真厉害！妈妈笑得最开心，是吧？是啊，我看每个人都笑很开心。对啊，给我掉这边，还有掉上面一点，我的云南那好看，开心，这样才是一个家。对rồi. Tôi là Võ Kim Xuyến, tôi lại Đài Loan được 17 năm. Lúc trước cực khổ ra sao nhưng đã qua rồi, bây giờ tôi đã có gia đình ở bên cạnh. Vì vậy mà tôi lại thích Đài Loan.
好好努力充实自己，让自己成为可以被信赖和托付的人，让人家说有你真好。然后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说，我们彼此的家人可以很融洽、更融洽的相处、生活在一起。米娅就是一直以来照顾我，你很辛苦，然后希望你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话，就赶快去检查，不要太累这样子。我爱你。